迎收听12月26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界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进入到新的经卷彼得前书第1章到第2章的10节，被拣选活出神的形象。你有想过为什么你信耶稣，而有一些人他没有信耶稣呢？有信耶稣的人跟没有信耶稣的人有什么相同或者是相异之处？在今天的 RPG 祷告经文当中，说出了我们被拣选成为信耶稣跟随基督的人，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彼得前书2章9节这样说：但是你们是蒙拣选的种族，是王家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上帝的子民。上帝选召你们离开黑暗，进入他辉煌的光明，来宣扬他奇妙的作为。在这里说到基督徒是一群蒙拣选的族类，也就是他会有一些特征是跟另外一个种族不太一样的地方，就好像之前牧师是原住民，长相就跟汉人会有一些不一样，就算是混血还是会有一些差别。也就是被拣选，你就会有一些特征，是王家的祭司。祭司在当时是人和神中间的角色，到现在仍然是啊，而且是王家的，所以这个身份是尊贵的。圣洁的国度在讲什么呢？就是如果我是这个法国人，我是英国人，我是德国人，我是台湾人，我是美国人，我就会按着当地的律法，按着当地的习俗，按着当地可能我生活在的纬度、温度、环境，我就会活出那个国度中的生活。而圣洁的国度很重要的是，我们会活出那个属神的生活，然后就是身份认同，上帝的子民。你是上帝的子民吗？还是你是某某神明的子民？那就会有所不同。所以在这里彼得前书2章9节很清楚的讲到，基督徒是被拣选要活出神的形象。怎么说是活出神的形象呢？在当时呢，这个彼得前书的背景啊，是有许多这个从异教转信基督的人，他们散居在这个土耳其，现在土耳其的境内，可能是北部、中部、西部。如果有去过土耳其，就知道土耳其这个土地其实是很大在这个地方呢，有许多的人，他们信耶稣之后，他们会遇到生活上的挑战，甚至后来我们知道，在彼得前书这个写作的时间不久之后。真的开始基督徒遇到了迫害，有生命的迫害。那在这里面呢，其实还没有经历到这迫害，然后他们的生活却已经有许多的挑战，因为当时这个信仰跟生活其实是分不开的。所以当他们信耶稣之后，接下来会问的问题呢，可能就会是：我怎么在生活中活出基督徒的样式？什么是基督徒的生活方式？所以在这里面。今天的经文彼得前书这位说我彼得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但后来有一些学者说可能是他的伙伴希拉替他代笔，而他口述。他写这封信要告诉在这当中他们转信耶稣基督，或者是他们之前没有信仰，然后他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不管他们是犹太人是外邦人是哪里的人，他们信耶稣之后彼得很重要是告诉他们，蒙选召是上帝天父上帝的旨意，是借着圣灵使我们成为那个圣洁，就是属神的，为了要我们的生命顺服耶稣基督，而且领受他血的洁净。这是一个如果回顾就是旧约的话，在以前是要献祭的，所以这个血的洁净好像是一种专有名词，讲的就是说耶稣为我们付上那个代价了，我们要领受那个他为我们付代价所带来的恩典吗？如果有的话，那接下来就很重要，就是我们
信主的人，因为领受这个恩典之后，我们就要活出新的生命。而这个新的生命不只是在世上有盼望，甚至有一个应许，是当耶稣基督他要再来的时候，他要带给每一个坚信每一天在生活中仍然跟随耶稣基督，不论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他仍然持守他信仰的人，在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同享在耶稣基督里的荣耀。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见彼得告诉这些读者们，我们领受的是一个活的盼望，而这个盼望呢，是不会败坏、不会污损、不会衰残的，好使每一个人预备好，我们要经历到在历史的终点实现的拯救。就好像之前世谦牧师说的，其实耶稣基督，我们领受这个信耶稣的信仰，其实不是从现在看未来，是从未来看现在，从耶稣基督未来的眼光看现在的我们，所以我们才会愿意改变。如果我都没有办法知道未来怎么样，我就只能站在现在这个位置，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办，我不确定未来是否能够改变，但是在主的里面却给我们个应许，是一切都会过去，但他的道、他的话语、他的真理不会改变。如果我们相信的是那不会改变的，当我们走到未来的那个时间点的时候，我们就经历那不改变的。而那不改变的，从现在开始，我们就不断的在练习，不断的在喜乐，不断的在阿们，不断的在顺服，不断的在坚定。所以在今天的经文也有讲到啊，这种经历无非是要证明你们有坚定的信心，因为甚至那个可以毁坏的金子都要经过火炼，然而我们的信心比金子贵重多了。所以我们的信心贵重的原因，是因为它经过考验之后，它仍然存在，它不会因为任何的患难而改变。当这个考验一过，我们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日子，我们一定会得到称赞、光荣和尊贵，因为我们的信心不改变，我们的信心坚定在主的里面。所以在这里彼得先鼓励他们要坚持信心。什么信心？就是在各样的境况中对耶稣基督的相信，相信我是领受恩典，相信我是被拯救的，相信我有耶稣基督的这个福分，他为我付上代价，使我得新生命的福分，所以我们才能够去相信说，我们是蒙拣选的种族，刚刚的金句说的。那我们怎么样把这样的身份活在生活中呢？这就是彼得前书后来接下来讲的，而且会一路讲到结束。第一个就是我们从个人开始，要建造自己的生命，要建造自己的生命如同上帝的生命一样。所以标题才会说要活出神的形象，因为创世纪说我们是上帝的形象造的，而这里说因为上帝是圣洁的，所以你们在一切的事上所做的一切事上要圣洁。它不只是说干净这种概念，更多是说神是什么样的神，那相信他的人就是怎么样的人。也就是如果上帝他是公义的，我们就学习那个公义。其实我们深深的知道，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像上帝一样，我们是因着他的恩典领受他的赦免，我们改变自己原来的恶习，改变自己原来活在黑暗中的那些不属上帝的心意，开始寻求他的旨意。所以在后来的经文说，人人其实就像野草一样，一切的荣华有如野花，草会枯干，花会凋谢，但是主的道永远长存。这道就是所传给你们的福音。那弟兄姐妹，你要信这个福音吗？还是你要信那个会改变，甚至那脆弱到不行的你我的生命跟自己的想象、自己的意见呢？
其实在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所以第2章一开始就讲啊，这其实是一连串啊，这第一段应该是到第2章第10节。他说，所以你们要排除一切坏事，然后要渴慕那个纯净的灵奶。为什么说灵奶？因为我们刚开始就很像这属灵的 baby 一样，然而不是要停留在属灵的 baby， 要继续长大。不然当我们的年岁越来越大，我们的生命却还是像巨婴一样，没有办法吃干粮，没有办法自己来找寻食物，甚至到后来还怎么样，没有办法去供给别人食物。有很多人的生命他只有信耶稣，但他没有在生活上去实践的时候，就真的会停滞在属灵的 baby。 所以在这里很重要的，基督徒信主之后要开始去建造自己的生命，建造自己的生命从我们的信心开始，从眼光开始，从我们的做法开始。就在这里说的，有一些人他不愿意相信，对相信的人来说，耶稣基督就成为那个最贵重的房角石，成为那个立基点。我们愿意相信的时候，它就是立基点；当我们不愿意相信的时候呢，它就是绊脚石。所以不相信的人就会因为耶稣基督这块石头被绊倒。所以在这里最后才会讲到我们的身份。所以信耶稣跟不信耶稣，或者是还不会信耶稣的人来去做一个放在一起看的时候，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可以来看看我们四周，我们可以来看看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可以来看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是如何活出信耶稣的生活，是不是像今天的经文讲的，我被拣选是活出神的形象，还是我被拣选然后没有下文？求神帮助我们来查验何为他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对我们说话。主，你所赏赐给我们的盼望是活的盼望，是生命会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恩典的里面，因着圣灵的感动不断改变的盼望。主啊，你帮助我们不再只做那吃灵奶的，更是寻求那吃灵奶之后要借着它长大，让我们的生命不仅是我们自己得救，甚至我们得胜，甚至我们使人因为我们来得着福音，来得着属神的福气。主，谢谢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让我们透过这段经文再次来确立自己的身份，也再次来审视自己的生活。恳求主你帮助我们，使我们活出信耶稣那荣耀之处，那恩典之处，那让人的生命走出黑暗，行在光明中。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很高兴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我是思谦牧师，我们明天见。